查稅，我哋以為離我好遠，直到稅局真係上門。一開查，稅局唔係淨係睇報稅表，佢哋會查埋你嘅個人背景、生意模式、收入來源，尤其係點樣處理現金，有冇隱藏嘅支出。我哋強烈建議你唔好自告奮勇去直接應付，如果爆鑊點算？一定要揾個識得應戰嘅稅務代表，但係你要識得揀，唔好淨係聽人講。例如要問下嗰位稅務代表每年做幾多稅務調查個案，個案具體牽涉嘅稅同罰款係幾多，收費模式係點樣計。調查開始，稅務代表會幫你約見稅務官，正式見面前要做模擬對答，增強溝通同信心。見面當日由代表全程代替你解釋，請你盡量少講說話。之後係一場耐力賽，寫回覆、交證據、擬方案、同稅局傾條數、定罰款、做結案，快則3個月，耐則就可能1至2年。記住，查稅係一場智慧同知識嘅角力，呢個時候就要揾個識打嘅人陪你過關。